隨住高齡人口持續增長，社會亦迎來更多機遇同挑戰。救世軍油麻地長者社區服務中心持續推動社會服務創新發展，讓社區人士喺退休後能與社會保持聯繫，發揮餘熱。喺推行服務嘅過程，我哋採用優勢為本及經驗學習嘅介入模式，讓一班哥哥姐姐展現出佢哋嘅智慧與無限潛力，重拾新嘅角色身份，共同創建美好社區，傳承睿智。我係 Paco 潘若雄。我認識救世軍咧就係一個好偶然嘅機會嘅。我第一個去參加嘅咧就係去做一個採訪嘅記者。當我做咗導賞員之後咧，我發覺咧我好中意講俾人聽啊，一啲歷史嘅嘢，一啲關於保育嘅嘢，從而啟發咗我去的起心肝。而家我已經係一個合資格嘅導遊啦。我除咗喺中心服務下我哋嗰啲會員之外咧，我仲可以行出去社會度同大家講下我嘅故事。救世軍油麻地長者社區服務中心致力關注長者精神健康嘅需要。我哋透過專業介入及朋輩支援策略，協助長者改善精神健康，舉辦講座，安排義工電話慰問及評估，能有效地篩查區內有需要長者，並提供適切嘅支援。我參加咗講座之後，先知道原來情緒同身體互相影響。痛症除咗令我痛之外，仲會影響到我嘅情緒。我知道受到失眠影響咯，我有另類嘅認識，個思考陷阱好多時出現大難臨頭咁嘅想法，要去學習想減少啲焦慮咧，放鬆自己，能夠幫到自己改善自己嘅心情。我做咗朋輩支援員咧2年幾啊，接受咗精神健康急救培訓啦。我知道案主咧有失眠問題困擾啦，咁我同案主一齊咧重整生活日程，同埋咧建立身心健康行動計劃。同時間，我哋亦積極喺社區內舉辦公眾教育活動，增加社區人士對長者精神健康嘅認識，希望建構精神健康友善嘅安全網，從而令社區人士可以主動給予長者適當嘅支援。根據政府統計處2021年人口普查結果，獨居長者人口佔整體長者人口嘅13%，而隨住人際網絡及家庭結構改變，長者缺乏網絡支援情況越趨普遍。中心透過創新與跨專業策略，聯繫地區持份者，擴展服務可及性，建構具備高覆蓋性同持續性嘅支援網絡。介入策略係透過專業嘅評估，讓長者先了解自身嘅健康需要及家居安全需要，從而建構社交網絡，最終連結社區，達至社區關懷嘅目標。服務亦建立社區資本，推動社區人士受訓成為義工，一同去關心區內有需要長者。我曾經就探訪一位女士，佢家居上咧係好多雜物，所以我同佢傾，希望佢能夠減少啲雜物，令到家居安全，減低火警嘅風險。為咗讓長者能夠居家安老嘅目標，服務亦會協助有需要嘅長者改善家居環境，傳授家居安全知識。救世軍咁好有肺，整啱我哋門，我就非常開心。而家我哋門咧整飯整好喎，而家佢散甩埋咯。哎呀，係好開心啊！護老者服務一直與護老者同行，提供適切嘅回應。服務隊近年為照顧者建立咗一套 Assess Model 通達模式，以辨識護老者嘅需要，當中包括推動照顧規劃、聊天交流室、個案輔導服務、緊急支援服務、照顧技巧訓練以及社交連結服務，以增加護老者嘅照顧信心同能力感。照顧阿伯伯都幾辛苦㗎，好彩得你哋救世軍咧幫忙，能夠教到我哋咧點樣照顧
伯伯，因為學完嘢呢，大家溝通呢好好多。參加咗呢啲活動之後呢，而家增加咗我個照顧嘅信心。救世軍護老者服務會持續回應護老者嘅需要，我哋透過 SS Model 支援唔同類型嘅護老者，我哋希望同護老者一齊同心同行，營造一個友善嘅社區。40年來，中心同大家編織出無數感人嘅生命連結，今後讓我哋繼續凝聚前行，共同創造一個充滿愛與希望嘅樂齡新里程。